请问你叫啥物名？随意。好，请问你今日画这幅图是咧画啥物内容？画菜瓜，菜瓜边啊，啊个生菜瓜，菜瓜叶啊。较早迄落有种过菜瓜嘛，是即摆感觉咧种。无咧种，伊家己发起。种菜瓜敢有啥物技巧无？无啥物技巧。无啥物技巧。但是吼，伊若芳啊咧种，你都爱家用迄芳啊油甲黏。芳啊，为啥芳啊无好？芳啊伊都定落就一安无效会花去。会花去好。系啊。菜瓜伊除了你咧画时阵，你感觉倒一个部分较歹画无？我拢感觉歹画。太老师你教。对啊，你这花啊、叶啊、菜瓜拢画甲真好啊。真好啊！我是讲涂骹会发臭甲有一发臭啊。嘛会发花。嘛会发花哦。有甲画一粒花。即落若较早菜瓜病，恁拢是家己打吗？拢无打，拢互伊家己拍。是拍厝顶吗？厝顶，若无就讲有迄草轮啊吼，沙啊，伊会拍悬悬。尼伊就会生啊。但是伊若是涂骹无法度生啦，对无？会生，伊嘛是会生啊。摕咧涂骹嘛会生。嘛会生，嘿。所以菜瓜真是做好种啊。伊迄菜瓜做野生的。系啊。若菜瓜上惊啥？上惊芳啊，嘛惊水啊。你水淹落伊死啊。所以伊若是安尼吊起哩较好啦，因为伊若较袂烂。伊若可能淹水也是落雨，可能会惊水。伊这菜瓜哦，你若家己刮好，用迄管啊甲伸起来哦，迄足退火。退火。会使啉，你若咧发烧吼，会使啉，啉伊会好去。啥物物件啉？菜瓜水。菜瓜水。菜瓜水，你若想讲，甲都无啥咧声啊，我甲挂掉，我摕迄管啊，后套皮用迄管啊去甲伊伸，伸起来。对倒挂掉，对菜瓜头。伊这有头吼，头对这安一甲挂掉，甲吊咧这。用一个锁甲绑咧，互伊震，互伸起来吼，伊迄水吼，你若咧发烧吼，甲啉伊会退烧。所以这叫菜瓜水啊。就是看伊敢若较无啥会。无啥会生，咱就甲挂掉啊。就是可能较瘦，若是讲较怕安尼。了解。做好。来，你若即幅图互一个名，要互啥？我毋知甲互菜瓜边啊！菜瓜边啊，好，我菜瓜边啊。菜瓜边啊，好啦，多谢你的分享，安尼就会当啊。好，安尼，我要倒来煮饭，再客吼。看食，好。